细确认每个细节，坚持每件礼服都一定要完美无瑕。如今，陈淑静是个优秀的礼服设计师，但在创作的路上，一开始走的是强调流行性的时装。当初因为越做越没有成就感，而陷入事业低潮。直到有一天，陈淑静看到杂志里的漂亮婚纱，她才知道，原来童年那个有公主梦的小女孩一直都在。于是，陈淑静舍弃设计师光环，从礼服学徒开始学起。我以前是设计师，然后从头要开始学裁车子。那当然，我们绣花有时候常常会被手针扎到，那手几乎也是到现在还是常常都是针孔。虽然不是客家人，陈淑静却对客家文化十分着迷。在她的婚纱设计中，常能见到客家元素融合其中。立体花跟平面的桐花下去呈现它，然后让它有2种层次，然后让它看起来更优雅。客家桐花礼服复古又时尚。陈淑静说，就是要让穿上这件婚纱的新娘，在桐花的陪伴中感到幸福。我看到这件礼服，感觉很 handful， 因为上面有满满的桐花，我好喜欢哦。在爱情里，桐花象征情窦初开和坚定不移的感情，更代表客家人知足乐天和坚毅的个性。希望说能够把他的精神透过白纱传达给新人，那带给新人祝福。美丽的桐花礼服传达着客家人踏实经营自己的幸福人生，也是陈淑静用坚持和努力，一针一线缝制出自己的梦想。上课喽！喊 handball，喊 handball，喊 handball。